上丰富配料，3两下一个饭团已经包好。尽管接近午餐时间，刘妈妈的早餐摊位还一直有客人光顾。我可以2天也不睡觉，一直做也可以啊。跟你睡眠不够吧？对呀、就这样子黑，没有关系啊，身体好啊，我很会吃饭啊，一大碗公饭啊。乐天夸耀自己体力好，像熊猫眼般的黑眼圈却是常年睡眠不足的证明。别人买来就用的萝卜干，刘妈妈坚持要挑要洗，光一个步骤要花上好几个小时。你都要自己洗啊？对，我儿子洗我也不要，为什么？不及格他都乱洗，这不能吃的丢掉。洗过的萝卜干还用河边找来的大石块压干水分。刘妈妈坚持，这才炒得出传统客家风味。这样子压它完全都不会跑掉啊，它就压干而已。啊，你脱水机这样砰砰砰砰砰啊，不一样啊，它不好吃啊，太多了。口味差多少，客人最知道。10多种选择，丰富的口味，卖出去的每一个饭团都有着刘妈妈的讲究，希望大家元气满满。爱爱买俩，哎，爱买的可以，对对。他讲的标准，他很会讲嘞。爱买呀，爱买呀。